那年深秋，銀杏葉如蝶翩然落下，鋪滿校園一隅，像一地金色的嘆息。我獨自蜷縮在角落，隔絕在人群之外，心底的孤寂如藤蔓般瘋長。社交恐懼像一道無形的牆，將我與世界隔開。就在那時，我遇見了他，我的鄰座允行，一個笑起來眼睛會彎成月牙，仿佛能驅散所有陰霾的少年。第一次見到他，是在高一的開學第一天。我低着頭，盡力縮小自己的存在感，只想快點熬過這令人窒息的時刻。他卻突然湊過來，笑容燦爛地打招呼：嗨，我叫允行，以後請多指教啦。他的聲音清朗而溫暖，像冬日裏的一束陽光，瞬間融化了我冰封的心。我慌亂地抬起頭，接如住回應：我叫一心。我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，但我看見他臉上的笑容並沒有因此消退，反而更加明媚。一心是獨一無二的一心嗎？好名字。從那以後，他就像一顆小太陽圍繞着我，用他的熱情和耐心，一點點融化我內心的冰雪。我害怕與人交流，他便主動找話題，從動漫到遊戲，從音樂到電影，無所不談。我不敢直視別人的眼睛，他就用他那雙充滿笑意的眼睛，溫柔地注視着我，讓我感到安心。他知道我有社交障礙，從不強迫我做任何我不願意做的事情。他會默默地觀察我的反應，在我感到不適的時候，及時地把我從人群中拉出來。他像一個細心的守護者，呵護着我脆弱的心靈。記得有一次，班級組織聚餐，我感到極度的恐慌，擁擠的人群、嘈雜的聲音都讓我感到窒息。我躲在角落裏，渾身顫抖，幾乎要崩潰。允行發現了我的異樣，悄悄地走到我身邊，輕聲問道：一心，你還好嗎？要不要我們出去走走？我感激地點點頭，跟着他離開了喧鬧的餐廳，來到學校的後花園。夜晚的花園寂靜而安寧，只有微風輕輕吹拂着樹葉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允行沒有說話，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邊，直到我的情緒慢慢平復下來。一心，我知道你很害怕，但是你要相信，你並不孤單。他輕聲說道，他的聲音溫柔而充滿力量，像一劑鎮定劑，撫平了我心中的恐懼。在他的陪伴下，我逐漸學會了如何與人交流，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如何克服社交恐懼。我開始嘗試着參加一些小型的活動，慢慢地融入到班級的集體中。允行就像一座橋樑，連接了我與世界，讓我不再感到孤單。在他的幫助下，我交到了更多的朋友，我的生活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。畢業那天，銀杏葉落盡，寒風凜冽，我們站在校門口，依依不捨地告別。一心，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。允行笑着說道，他的眼睛彎成了好看的月牙。我用力地點點頭，哽咽着說道，允行，謝謝你，有你在真好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溫柔地說道，我們永遠都是朋友。如今，我們已經各奔東西，在不同的城市，追逐着自己的夢想。雖然相隔遙遠，但我們的友誼卻絲毫沒有改變。我依然有社交障礙，但我不再害怕，因為我知道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我都有允行這個最好的朋友，在遠方默默地支持着我。能遇見他，實在太好了。這句話，不僅僅是對他的感激，更是對命運的感恩。因為他，我的人生不再孤單，不再灰暗，而是充滿了陽光和希望。他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，也將永遠溫暖我的心房。